啊，里面可以抽烟吗？啊，里面有没有暖气？嗯，哪边有电暖气？旁边电视旁边你开一下好不好？哦，真的很冷。我讲，我真的身体不好，我有白血球了，真的啦。我打昏倒，你要负责吗？你要负责吗？什么？没有啦。无要紧，要做袂愈共快啦。我恁烧气甲你开落啊呢。等下我食薰咩？你摆者你咪讲安怎拄安怎？好，我先食薰，我先食薰。嗯。啊，你有 AIDS 啊？我觉得这边可能会下雪，感觉啦。这应该会下雪吧？这边应该会下雪吧？这边现在的对我来讲，应该是体感的温度应该是那个零下了。应该是零下吧？哦，我这配合音呢，音让我懂呢。没有啦，去公庙扫个地，然后就说我私闯民宅，小个屁呀！可怜啊！哼，你还说你没烟？说真的，这个哦，如果叫我住这边，真的啦，你别赶死，我身体就歹，真的。恁做嘛真会赶死？哦。废话，当然会冷死，赶紧赶快皮皮戳你。叫本东，我只想要一个宅急便的，你敢唔知？熊猫怎么叫？这边要去超商也可能，可能。终于看到一只猪跟一个 AB day， 好不好？赶快要靠背，这想要变车顶。这想要变车顶的你。啊！啊！哼，偷了。抠的。
你咪赶屁屁错。要紧你去着啦。在容易误会啊。我不能做义工吗？我只是去扫地而已，扫个扫地不行吗？这小街干。而且很冷呢，赶快靠背。你讲我时间我去直播咧，你才搞啊？赶屁屁错。错的是。我下去下去，但是你过出来，你等你呢。你今晚是要做壁咚啊吗？你敢要走啊吗？我讲翕相，我翕图较袂出吗？看你家你这个干的是白死的啦。嗯。哎，我哪无可能移送的，他们叫移送的。扫一涂骹，有这要紧的吗？扫个地啊，扫个地不行哦，做义工诶，不能扫地哦。你要赶屁屁出来，你。好，自动吃纸，这要叫咩大只哦？恁爸吼，要叫咩大只哦？恁爸正经哦，可能心脏变定去。哦，有热水有了吗？喝一下热水。干，全世界有这层你干。这是啥小了？杯子。啊！自动自制，自动自制，自动自制嘛。啊不嘞。我直播了，你妈啦！妈手机下去。嗯。然后呢？一天不每天的嘛。哦。注意就对了。扫地而已，没干嘛。嗯。啊。啊，这个注意到啊哟。跟你去啊啦。去啊啦啊！你要去冲啊！